看起来亲像是金纸的册，唔知观众朋友恁敢捌看过？即马有剧团用因三出正出名的舞台剧，甲伊出版做剧本册，而且佫甲伊设计敢若拜拜伫咧用的金纸，甚至有亲像90年代杂志的模样。这款充满台湾味的设计，虽写着读者的注意。黄色的纸，佮有红色的大印，互人叫是一沓金纸。这是家己的阮剧团用因三出台语的舞台剧出版的台语剧本册。剧本册市草无好，台本册市场也较细。落尾因决定用台湾人会感觉亲切的设计，成人捌。比如讲表演艺术啦，也是台文啊，也是出版啊，即马拢是面对挑战真大的无共的行业。所以我也甲小子咧讨论讲，这本册我希望伊看起来莫亲像是册。但是我会互观众朋友一看，第一眼伊就感觉讲，这跟我有关系。自早到即马，金纸有分足侪形式的，有即种环保的金纸，嘛有种做传统的，嘛有即种算是发财金嘿。提出几6沓金纸，因为真正的金纸纸质无适合印刷，设计师参考各款金纸研究材质的特性，才顺利呈现出金纸形象的册。纸质要安怎互人好翻面，安怎好显，也毋过嘛好读，嘛袂。另外一方面，嘛爱互伊感觉有一种金纸的感觉。这款台美设计是设计师廖小子的专长。台湾信用小金，色水显目的杂志，市场插目的走马灯，过去互人感觉无好看的物件，拢是伊创作的元素。廖小子为10当进前开始做台文创作，也发现各界对推广台语文拢真拍拼。即摆的台语文创作环境也愈来愈好。记者郭伯君、王兴忠、新北台北报道。